好，嚟你見到咧呢度咧，我哋嚟緊咧一定要好清楚一樣嘢，就係呢一個咧南區計劃寵愛有加呢一啲咧，你一定要好清晰咁樣咧，要抄錄過嚟嘅。咁你見到咧呢一個師姐咧，佢喺當時考試入邊咧係好明白將要抄嘅資訊咧，好明確咁落嚟嘅。好，而家大家攞住你支筆咧，都要 highlight 翻，唔該，做翻。我見到好多時候咧，同大家喺你嘅閱讀材料入邊咧，完全冇做任何記錄咧，嗱呢個就係大忌之中嘅大忌啦。有邊啲地方可以我哋見到要 highlight 咧？嗱，例如南區服務團呢個機構一定要抄啱。有好多同學喺改過程當中咧，我發覺佢哋咧南區呢兩個字冇嘅，呢度就冇咗一分啦，就冇咗3分。跟住寵愛有加計劃，嗱呢啲咧係一定要大家咧好清晰咁樣咧係 highlight 低嘅。呢度有冇問題？好，第二個咧，我哋見到啦，我哋點樣去準備準備其他嗱？第二個咧就係提升市民尊重，OK？寵物減少領養嗱，呢一啲咧，你見到第三個 tick 咧，亦即係話你要抄嘅地方啦。嗱，呢度大家一定要好清楚留意下，呢度嘅地方咧，你見到抄係好重要嘅，抄啱，OK？你見到啦，真跡嚟嘅，OK？好，跟住咧，你見唔見到咧？呢個師姐咧就係當時咧，我同佢最後期間佢翻嚟study leave 嘅時候，同我做訓練嘅。咁我同佢講，訓練咧一定要做好一啲規劃，例如呢度見唔見到有個 A，見到 B，亦即係話呢兩個咧一定要抄出嚟嘅。好，第二樣嘢咧，見唔見到丁 Sir 之前一直教大家咧，就係你一定要好清楚知道咧，寵物行為訓練係一個活動細項，寵物飲食須知係第二個，第三個領養者分享，第四個被遺棄寵物嘅處境。嗱，呢幾樣四樣嘢咧，其實坦白講，你一定要配好藥。OK，好，嚟到呢度啦，呢度有冇問題？冇問題，我哋睇下，我哋又點樣去到睇睇人哋點樣去準備啦。好，嚟到呢度嗱，通常嚟到得資料二咧，資料呢度你大家留意呢個咧就係我哋所講嘅，好多時候人哋會提供一啲意見啦。好，你見唔見到1、2、3、4個人，大概會有兩個反對意見，有一個正向意見嘅。咁經常講咗啦，2+1、2+1嗰個模式去寫，係咪？佢寵物店見到好多價錢合理，選擇又多又聽指令，我真係想唔明白點解要領養咯。嗱，好，第一個意見咧，回應係咩嘢咧？呢一個平，選擇多，聽話，所以寵物係可以領養嘅，俾領養。OK，第二個花啲時間熟悉佢飲食個，向到健康成長，獲大滿足感。好啦，嚟到呢一度，你見到藍色嗰個咧係一個正向嘅觀點嘅。OK，好啦，亦即係話我哋要論證就點解我哋要寵物咧？就因為咧，我哋通過長期嘅訓練之後咧，我哋見到有滿足感。嗱，呢一個一定要出現喺你個論證過程當中嘅。點解寵物領養可以令到你有滿足感？OK，第三個，我訓練鸚鵡亦都有滿足感。咦，滿足感又出現喎，係咪？但係佢討人喜歡，但臨近考試，聲音令到我無法專心，我想棄養。好，亦即係話第二個令到大家要回應就係點解我哋唔好棄養佢？如果佢好啦，呢度見唔見到佢標示咗乜嘢？呢度啊，個師姐覺得咧，佢因為佢咩啊？佢可以通過訓練啊嘛。OK，好嗱，嚟到呢度咧，乜都冇喎，完咗啦，就係咁樣。所以你見到咧，我哋今次做練習嘅時候，好多同學咧，基本嘅架構咧係完全冇問題嘅。咁我哋嚟到呢度睇啦，真卷好。好啦，各位同學，
睇睇第一個開手，有幾樣嘢要大家好清楚明白嘅，你個對象好啦，大家留意。我哋見到咧個結構入邊咧，你一定要留意，因為對象係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好，如果係社會嘅話咧，你一定要留意。如果係涉及到社會嘅話，你一定要知道你有主角嘅，可能係吳局長。咁呢度你大家要留意啦。我哋淨係姓同埋佢嘅職位啫。OK，咁大家要留意啊。咁我唔多講啦。好，跟住我哋睇睇咧，點樣短時間之內咧，用有限嘅字數，其實佢攞齊咗3分啦。嗱，我哋睇睇咧，人哋點樣用有限字數咧，好快速咁攞足晒3分。嗱，通常我哋評卷嘅過程當中咧，點樣將前嗰3分咧，好快咁俾到大家？我哋會通常有一個動作，睇頭睇尾。好，早上好，呢個打招呼啦，你要令到佢覺得咧係一個演講詞啦。好，我係義工服務團代表。嗱，呢度係咪個身份啊？OK，嗱呢度身份嚟嘅，OK，嗱呢度經常一直教啦，身份好，好榮幸嗱呢兩個字咧係令到大家咧佢已經係攞分嘅，因為你係代表，所以榮幸兩個字出現啦。好啦，分享南區義工服務團寵愛有家計劃，嗱你唔好睇少呢兩個資訊喎，呢兩個資訊你要抄啱。一個字都冇錯，你先有分。嗱，記住啊，機構計劃，OK，好啦，嚟到呢度，你見唔見到？有丁 Sir 教嘅氣息啦。近年香城常有棄養寵物嘅情況。好啦，丁 Sir 成日講咧，你寫任何嘅實用文之前咧，你一定有個背景嘅，但個背景唔需要太長，佢淨係用一個好簡單說話，就係我發現有好多棄養嘅情況，OK。嗱嚟啦！目的嘅宗旨係咪呢個？服務團希望借此計劃，你見唔見到咧？呢一度咧，佢用得好嘅地方，佢問我啊，佢知道佢身份係代表服務團，所以佢寫服務團希望借此計劃提升市民尊重寵物生命意識，減少棄養，鼓勵領養，幫助被遺棄嘅穩定嘅家。嗱呢啲咧，你見到紅色嘅地方，全部都係抄錄嘅。OK，咁呢個意思即係話，其實咧，你將資訊好快速咁樣寫咗就得啦。好啦，跟住攞分嘅地方，我想大家睇睇藍色嘅地方。請容我好榮幸呢兩個字咧，就喺第一段入邊攞5警分嘅。OK，好，我哋睇睇嗱，如果第一段入邊咧，其實你睇好短嘅字數，但係佢已經融合咗各個比分嘅重點啦。呢度係講緊上款嘅，係咪？上款，然後嚟到呢一度咧，係講緊一個身份噶。身份之後咧，榮幸呢兩個字係講緊語氣。OK，語氣詞咧嚟到呢度，請容許。好，有同學問啦，以下請容許向各位介紹是次計劃，呢度會唔會同上邊有少少重複咧？其實你見到咧，我哋實用文入邊有個叫做結構嘅，OK，俾分嘅，所以呢一度咧係作為一個咧承上啟下嘅作用，所以呢句說話其實係有保留嘅價值嘅。除此之外咧，我哋見到啦，嗱，我哋抄寫係咪？我哋身份係有啦，機構有南區義工服務團啦，計劃有寵愛有家啦，加埋佢目的抄錄過嚟，所以你見到第一段咧係以抄錄為主嘅。OK，嚟到呢度啦，好多同學話，咁丁 Sir 仲有一個俾分嘅項目係咩咧？嗱，通常都係感謝、總結同埋呼籲。咁我哋咧適宜係咩咧？適宜我哋跳落去睇睇，我哋結尾段入邊係點做？嗱，琴日咧有個同某一個老師傾嘅時候，佢話：咦，發覺有啲同學咧寫實用文咧結尾比較匆忙。咁我同佢分享，通常過往以前講綜合卷咧，我會叫我個學生先寫頭，先寫尾嘅。OK，好，嚟到呢度咧，我哋睇翻啦。咦，究竟我哋結尾點樣先叫做快速有效咁樣去到完成咧？
其實你留意下，所有結尾咧，外乎係你做少少嘅總結。你要做少少總結，好啦，嚟到呢度你見到咧，呢個總結其實唔係咁長嘅，因為受字數限制啦，係咪？咁啊，但係咧有幾樣嘢嘅，意義非凡。佢做咗個總結啊，作為未來社會主人翁，希望大家積極支持，呢度呼籲係咪？好啦，嗱，攞分嘅重點唔係呢一度喎，攞分重點係在於呢一度喎，營造寵愛社會。謝謝大家。嗱，呢一個係咩咧？呢度係做咗略略嘅點題，因為你會好清楚講俾考官知，其實你個身份好清晰係乜嘢。我而家講嘅故事係咩咧？係對大家要做寵物有愛關心嘅社會。所以呢度咧，你會見到佢用嘅字唔多啫，意義非凡。嗱，如果你有字數，你可能本次計劃不單能有效咁樣去培養大家同理心，亦都能夠令更多棄養動物得到關愛。嗱，你加兩個少少總結咧，會更好嘅。OK，咁但係如果你時間限制啦，你快速咁樣，咁你會見到啦，呢一度三個藍色嘅地方咧，都講俾你知咧，其實就達到咗我哋實用文要求大家呼籲感謝同埋回應主題呢個嘅關鍵比分點噶啦。我嚟到呢度，你見到咧，結尾嗰段咧係有總結啦、呼籲啦，同埋回應主題。特別咧，大家要留意吓，如果你想攞相對嚟講比較高分嘅結構同埋語境分嘅話咧，你要識得喺呢度最後咧回應一下今次嘅主題，講緊寵愛、關愛同埋寵物。哦，所以呢啲咁嘅關鍵嘅主題句咧，你要喺最後總結入邊咧作出呼籲嘅時候咧，你要做一個回應嘅。好，嚟到我哋論證最主要啦。嗱，我哋見到有幾個關鍵位，我一個一個咁扣連翻俾大家先。首先佢係好清晰咁咧，係有一個標示語嘅呢個。首先係咪？本次計劃包養咗飼養寵物工作坊的活動？OK，好啦，呢一個抄錄落嚟嘅內容好快啦，進行如何？How？OK，寵物行為訓練。普及飲食知識。嗱，呢啲藍色嘅地方咧，都係佢呢個考生非常之清楚。我一定要將計劃嘅活動名同埋細則咧，一下子寫咗出嚟啦。OK，好，跟住我哋見翻咧，我哋要睇佢點樣去論證。嗱，論證過程當中咧，經常講咗啦，我哋有個關鍵位就係什麼人做了什麼事，係咪？我哋一定要知道啊。什麼人學咗什麼主題嘅知識？嗱，今次係講緊咧寵物喎，咁我哋一定學到照顧寵物嘅知識啦。加埋我哋要提升咗什麼嘅態度？嗱，好明顯閱讀材料入邊咧，講俾我哋知，我哋重點要提升嘅態度，不外乎有兩個啫。大家諗一諗啦，一個叫做責任，係咪？一個係咩啊？一個叫做咩啊？同理啊！哎呀，或者我哋講個我哋關愛之心。嗱，呢啲咧，大家一睇完咧資料咧，你好快咧你就估到，咦，原來要我哋寫呢啲哦。好啦，嗱，我哋睇睇咧，我哋點樣去到將呢啲觀點咧融入去？OK，好，呢度啦，同學通過嘗試係咪發現同學能夠實際操作、親身體驗？嗱，大家留意下。邊啲地方咧係佢拓展出嚟？即係拓展即係咩意思咧？用自己說話就呢度啦，能夠親身訓練學生嘅技巧。嗱，技巧呢度係咪屬於知識嚟噶？而且佢用咗兩個字喎，親身實際操作。OK，好，拓展啦啊，從而與寵物見互動中更加熟練，互動與寵物更加親近。嗱，呢啲係咪效果啊？OK，減少因為主寵關係疏離而造成嘅棄養。嗱，呢一度佢有效回應咗棄養，我哋唔好棄養呢個嘅目的啦。嗱，其實我用嘅唔多啫，你見唔見到？經常之前教過大家係有動詞嘅。
實際操作啦、親身體驗啦、加強咗互動啦。嗱，呢三個詞語咧，係令到你好清楚咧，係增加咗佢嘅親近嘅。OK，減少嘅。好啦，嗱呢個第一個觀點，第一個論證點。第二個論證點，大家要睇睇呢一度紫色嘅地方。再者，嗱佢用咗一個再者轉接一下啦。佢見唔見到呢度有訓練啦？我哋論證咗訓練啦，係咪？紅色嘅地方。咁我哋而家講緊咩咧？飲食須知係紫色嘅。再者，活動可以提供評估自己是否呢度再者是否有領養機會寵物機會，能增進大家呢個領養嘅信心，或避免領養後因為困難而導致棄養工作。OK，飲食須知見唔見到個飲食須知係點樣？見到個成個咧，論證過程當中都係強調緊我哋點解減少嗱呢個飲食須知，呢啲係咪知識㗎？什麼人學到什麼知識？好，導致棄養。OK，咁跳落去下一個先，我哋睇睇呢一個點解係完整度咁完整度高嘅？好，誒點解跳嚟跳去？唔好意思啊，呢度飲食習慣時間，提出針對嘅雜食唔同專業嘅知識，方便領養。呢度係咪亦都係用個知識嘅角度啊？OK，好，第二個活動好快啦。佢講緊咧係咩咧？講呢度，佢話咧總共有間講座，邀請分享者。呢度亦都係抄錄嘅。OK，好，邊度係開始？我哋見到咧，佢係拓展咧，能夠指路明燈，分享自己經驗、感受，以親身者身份鼓勵領養。OK，回應啦，回應係咩？有啲同學咧，佢會覺得咧選擇多，又唔聽指令，咁我哋點樣咧？你會見到咧，藍色嘅地方係佢抄錄嘅，好快係咪？紫色嘅地方係佢拓展，佢入邊係做啲乜嘢嘅？我嚟到呢度跟住咧，佢好快就指出有同學第二個觀點，佢話咧有同學認為咧選擇多聽指令，點解我哋要領養咧？呢一度咧佢開始回應啦，紫色嘅地方啊，而領養者告訴我們帶嚟嘅滿足感係無法比擬。呢度係咪關鍵位啊？滿足感出現咯，係咪？同時了解棄養嘅悲慘處境，也能令到同學親身感受、培養同理感。呢度係咪經常有講啦？什麼人學到什麼知識，提升改善什麼態度，係咪有齊喎？由知識、技能、態度，佢呢度論證到喎。OK，有同學因為想放棄，其實可以轉贈他人。呢度係提呢度咧係佢額外諗咗另一個方案。其實呢度我哋喺評卷過程當中咧，都覺得呢個考生咧唔單止就係建議佢保持，其實可以轉贈他人，或者係咩暫時轉贈寄養俾其他家庭，或者有考生亦都講過係咩咧？我哋可以通過專人訓練令到佢減少滋擾。呢啲咧大家要好清晰明白到啦。